这个疫情3级的警戒已经实施伫要1个月啊，但是也是有民众对这个群聚的规定无清楚，尤其是禁止室内5个人以上的这个规定。这个规定就是室内只会当4个人，若是5个人就违反规定啊。人台湾警方就查到一号面体，内底5个人咧拍牌，民众佫讲甲中定硬气，讲无违法啊，讲现场就5个人，也无超过5个人。警方回讲，这5个人都已经违规了。民家找电话要开咧，南投警方上门拜访。人算一算就超过了，里面都出来。里面都出来。1、2、3、4、5个而已啊。5个以上啊，包含5个啊。附近人不袂清楚，认为因敢若5个人无违反室内5个人以上的规定。南投德山一个查甫4个查某伫厝内煮物件算牌啊，互警方抓到。我们现在在看就看到都是5个人了。警方解释讲，3级的警戒期间禁止室内5个人以上的群聚，意思是包括5个人在内就是违法。遵守政府的规定，就是室内群聚不要超过5人。已经发布3级警戒要1个月，阁无袂清楚人数标准的，阁有这的少年人。你懂吗？5个啊，你自也知道啊。刚好不行吗？对呀、他家己厝呢？啊，家己厝嘛袂使。比赛呀！你们重点，你们全部都没有戴口罩。台中警方接到民众投诉，来到西屯区这间民家厝稽查，4个人咧拍麻将，不过边啊阁有一个小姐坐伫碰椅，5个人就是超过5个人群聚，而且拢总无挂罪案。邀约其他的朋友到他的住宅内来玩打麻将，屋主供称他不知道在家里面也不可以打麻将，不可以群聚。警方解释讲，室内群聚就是禁止5个人的聚会，就算是伫家己的厝内嘛袂使，会送互卫生局，而且每一个人上少拢爱罚6万块。